大家好，今日條片係想同大家講近期最熱門嘅話題——人工智能。而家潮流最興嘅就係 AI， 大家最近可能成日都聽到其他人講 AI 呢個字，其實大家有冇了解過 AI 係咩呢？今日呢個教學影片會同各位長者朋友分享一個好有用嘅工具，叫 GROK。佢係一個 AI 助手，可以幫你解答問題、揾資料，甚至做一啲簡單嘅任務。唔使驚，呢個影片會一步步教你點用，慢慢睇啦。GROK 係 xAI 整嘅一個人工智能助手，你可以同佢傾偈，問佢問題。譬如你想知今日天氣點，或者點樣煮一碗好味嘅湯，佢可以即刻答到你。長者用佢可以方便咗日常生活，佢好似一個好醒目嘅助手，隨時幫到你，一啲簡單嘅問題都可以即刻解決。喺你嘅 iPhone 或者 iPad 主畫面揾到 App Store 圖標，點擊佢開啟應用程式商店，搜尋 GROK。喺 App Store 頂部嘅搜尋欄輸入 GROK， 輸入完之後點擊鍵盤上嘅搜尋按鈕，通常係一個放大鏡圖標。喺搜尋結果入面揾到由 xAI 開發嘅 GROK 應用程式，佢嘅介紹繪畫係一個 AI 助理，可以幫你解答問題同生成圖像。確認係由 xAI 開發嘅，然後點擊佢嘅圖標進入詳情頁面。喺 GROK 嘅應用程式頁面，點擊獲取或者安裝按鈕。如果之前下載過，可能會顯示一個雲隊圖標。如果系統要求你輸入 Apple ID、密碼或者用 Face ID、Touch ID 驗證，就跟指示完成驗證。之後，應用程式會開始下載同安裝。下載完成後，獲取按鈕會變成開啟。點擊開啟就可以啟動 GROK 應用程式，或者你可以返去主畫面揾到 GROK 嘅圖標，點擊佢開啟之後，你就可以同佢講話啦。我哋試3個例子俾你睇。第一，我問今日香港天氣點啊？佢會好快答我，話香港今日天氣大致多雲，日間有短暫陽光，稍後局部地區可能有驟雨。氣溫大約喺20至25度之間，濕度較高，可能有70%至90%左右。風向係東至東北風，風力輕微至和緩。第二，我會問我喺旺角想食雲吞麵，有咩好介紹？好快，佢就揾咗3間雲吞麵店俾我選擇。第三，我問日常生活嘢，例如我點樣可以瞓得好啲？好快，佢就俾咗5個實用建議俾我參考。以上就係我哋今日嘅示範，希望幫到大家。之後你都可以試問你想知嘅嘢，佢會好似朋友咁回應你，簡單又方便。AI 真係好簡單㗎，唔使驚用錯，試多幾次你就熟手啦。有咩問題可以喺下面留言，我哋會幫你解答。希望你用得開心，記得訂閱呢個頻道同俾個 like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